好，我们聊《西游记》啊，今天聊老鼠精。今天聊老鼠精啊，就聊这个叫陷空山无底洞。这一期啊，实际上是那个《西游记》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陷空山无底洞，就是老鼠精啊。其实这一期里面既有斗争，而且那故事又香艳，你知道吧？那简直了，你知道吧？这个我觉得对唐僧、对孙悟空的考验更大，你知道吧？而且各种天庭内部的斗争，佛教啊、道教，所以这个老鼠精这一集啊，陷空山无底洞，其实这一期是最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个《西游记》的就老鼠精这一集，它这一集特别长，知道吧？所以可能要讲2天，今天、明天。这个上一集说的这个唐僧啊，师徒4个人离开那个比丘国啊，那不是一直走不了吗？被人拦着，知道吧？就是那些小孩家长疯狂的请吃饭，感谢一家吃一顿，反正吃了1个多月走不动，后来勉强啊才离开那个比丘国，然后他们又走啊，走，然后就看见前面一个大山，然后唐僧一看，哎呀，那山又高又陡，是不是没有路啊？对吧？唐僧就感叹自己取经不易啊，对吧？这走了这么多天了，这么多年啊，自从长安出来啊，走了这么多年，还是遥遥无期，对吧？那个猪八戒就抱怨说，是不是这个啊佛祖把那个经书啊不想给咱们，对吧？越走感觉越远了，是吧？遥遥无期。然后这个唐僧就开始啊，又开始吟诗一首啊，就是思念长安啊，想他的这个皇帝哥哥。然后孙悟空又批评他说，你啊，对吧？老是想家，不像个出家人，你一天到晚就想着这个大唐，出家人在外，你知道吧？然后他又批评这个唐僧。后来他们就走啊，走到一个黑树林，你知道吧？黑松林，你看啊，那黑松林一般的在小说里面，黑松林都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西游记》那个写黑松林都是妖怪出没的地方，所以唐僧一到那黑松林，他就赶紧紧张，感觉这个不对。孙悟空然后说，哎呀，师傅你别怕，对吧？有我在，就带着他们就穿过了黑松林啊。结果走着走，越走唐僧就那个戒备之心啊就越低。好了，走着唐僧又饿了，低血糖又犯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就让孙悟空去给他找吃的，然后孙悟空就让那个猪八戒沙僧保护好师傅，他就对吧，准备一飞啊去找吃的。结果孙悟空一飞起来一看，飞到天上啊一看，孙悟空就发现那个黑松林里面有一朵祥云笼罩。这个一般的看到祥云的时候，就在《西游记》里面啊，孙悟空看到祥云一般都是下面有菩萨，对吧？不是观音菩萨就是什么其他的菩萨，所以他的头顶上就会有祥云笼罩。所以孙悟空一看，发现他再一看，发现是他师傅唐僧，祥云笼罩，就说明唐僧也是菩萨了，你知道吧？孙悟空就打心眼里就开始佩服了，你知道吧？就觉得哎呀，应该跟着这个人后面混，能混出一个正果。说他是佛祖啊2徒弟金蝉子转世，你看看气度不凡，对吧？脑袋上顶着祥云呢，然后他就孙悟空就在那发誓，就开始告诫自己啊，好好的跟着唐僧干，知道吧？不能乱来，知道吧？不能耍脾气啊，跟着这后面有正果。哎，他已经看到唐僧头上有祥云了，知道吧？啊，结果正看着呢，知道吧？后来唐僧的边上有黑云出来了，知道吧？一股黑气杀气，你知道吧？这个孙悟空看不对，这个杀气一出来，他说这个啊，沙僧和猪八戒2个人没有杀气，他们虽然也是对吧，但是他们也是保护唐僧，他应该没有杀气。那黑气一出来肯定是有妖，知道吧？下面就是唐僧啊，他在那个黑松里面坐着，结果就听见远处啊不远不近的有一个女的在呼喊救命，对吧？唐僧听着，哎，怎么有人喊救命啊？然后他就顺着声音过去看，结果好嘛，就是那个有个树啊，一个女的绑在树上啊，上半身绑在树上，下半身埋在土里面。那个女的漂亮到什么程度啊？就唐僧不好意思看，唐僧看一眼就脸红，知道吧？就那女的已经漂亮这地步，不敢看，害羞。然后这个唐僧就说你犯了什么错，被人家绑在这儿？那个女的就说啊，我没有犯错啊，他就跟他讲故事，说他家进了一个大户人家啊，离这儿好像200里，有什么国啊，什么平婆国啊，什么国啊，完了这个家里的人呢和邻居还有亲戚约着到这儿来祭拜那个祖坟上坟，结果到这儿遇到了土匪，这个土匪啊来抢他们家，结果他爸骑着马跑了，他妈站着那个马车抢一辆马车跑了，把他给留下了，落下了啊。他自称奴，你知道吗？这个女的很厉害，你知道吗？自称奴，说奴14、15岁，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强盗就把他们逮住了，把这个奴抓住了。然后那个上大王啊，老大要这个奴啊做他的压寨夫人，老2也要，老3也要，老4还要，一直到老7都要这个女的。后来他们争执不下，对吧？都要得到这女的，都要这女的做压寨夫人，要这个奴啊。结果7个人争执不下，然后就把这个女的绑在树上，让她自生自灭，得不到就要毁掉嘛，对吧？那唐僧就信了，你知道吧？啊，这故事有好大漏洞，你知道吧？但唐僧他不明白，他一听信了，就好惨啊。然后这个他准备去救，但是他唐僧不想碰他，然后把猪八戒叫过来，说你把他放下了，说你不有钉耙吗？你把他爬出来，因为他那腿
下半身埋在土里，你知道吧？你给他爬出来。然后那个猪八戒就拿起钉耙正准备爬，孙悟空来了，孙悟空看见了吗？来了，告诉他这是妖怪。然后我告诉你啊，这个《西游记》里面只要一出现女的，那猪八戒、唐僧跟孙悟空两人就对立特别严重，就对立啊，就是他们打心眼里不认为这是妖怪，这么漂亮的女的呢，怎么能是妖怪呢？所以他就骂这个孙悟空，你就泼猴，我又在这儿胡说八道胡沁呢，对吧？好像孙悟空有厌女情节，你知道吧？反正看见漂亮的都是妖怪，至少唐僧和猪八戒这么认为，就骂这个孙悟空。孙悟空就跟他讲，对吧？这荒山野岭怎么可能有人埋在这儿啊？我一眼看见他就是个妖怪啊！你不信，你要出事，你自己看着吧，自己背。唐僧被他一忽悠，觉得也是啊，唐僧就信了。哎呀，这个还是不管他好。然后这个孙悟空说，这他，如果他不是妖怪，后面有别人救他，对吧？你跑来多管闲事干什么？这就是妖怪呢。好，唐僧他们就走啊，结果这个妖怪很厉害啊。这个唐僧走了，他们走了之后，这个妖怪一想，他说他妈孙悟空是厉害啊，一眼就认出来了。都说这个，他不是因为他们取经也取了有小10年了，你知道吧？路上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取经的事迹一路上都知道，这妖怪他们都知道。他说，哎，是说这个唐僧啊带着个大徒弟孙悟空好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那这么让唐僧走了，这不是可惜了吗？是吧？所以这个女的，她就千里传音，知道吧？她说话像加密一样的，知道吧？只有唐僧一个人听得到，很厉害。就这女的，然后唐僧就骑着马上就听见那女的说啊，说长老啊，说你见死不救，你跑到西天取经，你取了哪门子经啊？对吧？你都没有慈悲之心，见死不救啊！你取什么经呢？你装什么对吧？装什么悲啊？对吧？你还取经？那唐僧一听，对呀，对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对吧？这个出家人慈悲为怀，你见死不救，你跑去取经干啥？你取经白取了吗？不行，回头，然后说这个还要去救这个女的。那孙悟空说你有犯病了是吧？为啥去救啊？唐僧说他在叫我去救了，好惨。然后唐僧还说了，说那女的说了，你人都不救，见死不救，你取经干什么？对吧？你不能成佛。孙悟空说，孙悟空就更知道是妖怪了。孙悟空说我没听见。孙悟空问猪八戒，你有没有听见？猪八戒说，哎呀，我耳朵大挡住了，你知道吗？就把耳朵盖住了。然后问沙僧有没有听见？沙僧没听见。沙僧说，我挑担子，你知道吗？我这心思都在担子上，是吧？这就是看着担子，我没注意。然后这个孙悟空说，你看看，咱们都没听见，就你听见了，你还不知道啊？唐僧说不行，不是听不听见不重要，明白了吧？就是唐僧哪怕是自己心里想的，这逻辑是在这儿，就是你见死不救，你怎么能去取经呢？对吧？你怎么能成正果呢？明白了吧？所以说唐僧决定一定要回去救他，对吧？然后没办法，孙悟空没办法，就跟一起回去啊，救那女的。然后唐僧就让猪八戒把那女的放下来，把她刨出来了啊，土里面。然后这女的就走啊，这女的小说上写了，这女的裹着小脚，你走路根本走不快，走不快那怎么办呢？那个唐僧也取经也着急啊，心急，你知道吧？他都急着到不了西天，这不耽误进程吗？然后这个孙悟空就调戏唐僧，哎，他说你呀，你们俩坐一匹马。那唐僧一说跟个女的坐一匹马不行啊，对吧？这个像什么话？他受不了，不行。然后说你这样，让猪八戒驮着，猪八戒。就是对吧？这个美差到了啊，猪八戒，这个让你驮，对吧？好事来了，猪八戒说，对吧？就是说那个，哎，猪八戒怎么说呢？让我驮，你这寒碜我，你估计想害我，你知道吧？不，猪八戒不同意，这个担不能上啊，不驮，宁愿挑担子我也不驮。后来说让沙僧驮，沙僧也不驮。后来唐僧一看没办法，唐僧说那我下来走吧，我后来走得快一点，让这个女施主啊，女菩萨坐马骑马，然后这个女的就骑个马，骑着白龙马，让唐僧在下面走，知道吧？好，这4个人走就看到一个破败的寺庙，非常破败，大门啊全部倒了，然后上面还有个大钟，然后这个唐僧他们一看，怎么对吧？这个寺庙都这么破败呢？那唐僧就说你们在等着，我过去看看。这个师傅老想证明一下自己，可以想证明一下自己也能借宿，也能化缘，你知道吧？不是窝囊废，不是吃干饭的，所以他去，结果唐僧跑过去就没人了，他趴在钟上看那个钟啊，结果里面有个小和尚，一砖头扔在钟上面，把那个唐僧吓一跳呢。然后那小和尚说了，哎，这个小和尚跑过来一看，哎呀，唐僧吓倒地上了，然后就问施主，问这个老和尚，问唐僧是老和尚，问他怎么回事跑这儿来了。那个他们就聊起来了。那小和尚说啊，我听着外面有动静，但我又没看见人，所以我就先砸一下这钟看看，就是先试探一下虚实啊，偷师问路嘛，偷师问路，唐僧给吓了。后来唐僧说，哎，这个寺庙怎么这么破败？然后那个小和尚就说了，他说你看我们里面，他那里面啊，进了这个破门之后，再走2个破门，里面就特别修的是新的寺庙。那个小和尚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主要强盗太多，土匪，这前面这个荒废的这个都让土匪住的，他们住了之后就荒成这样的，我们在后面重新盖了啊，是有施主给钱重新盖的。好，然后就是小和尚就带着唐僧去见他方丈，然后唐僧跟方丈一说啊，说我是东土大唐来的什么取经的一大堆的啊，那个和尚那个方丈就是要借宿嘛，然后那方丈不信，
方丈不相信，方丈说你这人，你东土大唐走到这儿多远，你知道吗？啊，你一个人走这么远，对吧？哎，那个唐僧说，对，我不是一个人啊，我还好几个徒弟送我取经。那个老和尚一听说，哎，那还差不多啊，那你徒弟呢？说我徒弟在外面呢，山门外面，然后就赶紧让徒弟进来，让那个小和尚去叫徒弟。结果那小和尚出去叫徒弟傻了，一看见孙悟空和猪八戒，还有一个美女，你知道吧？当时就吓傻了，说是3个，后来汇报啊，跟老和尚说，哎，外面门外啊，哪有什么徒弟啊？说你这门外啊，3个妖精，1个女的，还一匹马。唐僧就说了，就是我徒弟啊，你去把他叫进来。那小和尚跑去叫那个唐僧，那个孙悟空啊，猪八戒跟那个女的就去了啊。进去之后，他们晚上睡觉嘛，怎么睡对吧？那个老和尚看孙悟空啊，猪八戒就知道这不是好人，知道吧？惹不起，但是赶也赶不走了，只能留宿啊，说住一晚上。但是住一晚上，那个老和尚就说了，他就为难啊，他说你住一晚上可以，他说你这女的怎么住呢？这还有个女的。后来那个唐僧就说了，哎，那你这个大雄宝殿和佛像后面给他铺个被子，让他睡那儿就完了。好，就这么让那个女的睡那个大雄宝殿后面搞个被子铺在那儿。结果那些小和尚也没见过女的，你知道吧？都在那围观。你知道吧？都看，长得好看，你知道吧？那小孩那个都在后面偷看围观呢。然后他们晚上就睡啊，对吧？然后孙悟空、猪八戒他们跟唐僧睡一个长房啊。结果第2天呢，早上起来，这个唐僧就起不来了，唐僧一病不起啊，而且发烧。唐僧就说：“你看我问孙悟空，我这怎么了？然后孙悟空给他一摸，哎，发烧。然后这唐僧就，而且他起不来，这发烧烧的浑身难受，起不来。那个唐僧就开始哭了，又掉眼泪，说我这要耽误多少天呢？又去不了西天了啊！你看怎么办？然后说孙悟空说你会翻筋斗对不对？说我给写封信啊，你给我翻到那个大唐去，跟唐太宗说一声啊，说我这取经耽搁了，就写个检讨过去，你知道吧？孙悟空说那都没毛病啊，说我这过去来回要不了几分钟，你写吧。然后那个唐僧就开始写检讨信，你知道吧？说我这自从什么时候出来，一路上就玩命啊跑啊，结果跑了10年还在这儿，离这个西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现在又生病了，就是拉家常，知道吧？汇报思想动态。这个孙悟空一看，你这婆婆妈妈的，你这对吧？然后孙悟空说：“我给你整点水给你喝喝吧。”那个唐僧也喝水，孙悟空就去井里打水，拿个盆儿。结果他跑到井里打水的时候，就看见好多小和尚在那哭，你知道吧？和尚在那哭，知道吧？然后这个孙悟空说：“哎，你为什么哭啊？”那和尚一看到孙悟空也不哭了。孙悟空说：“你为什么哭啊？”那小和尚说了：“哎呀，说我们你们来了之后啊，连着2天，是吧？每天少2个小和尚，每天少2，要少4个了。今天第3天，晚上恐怕又要少2。”孙悟空一听。对了，对吧？然后孙悟空就问他们说：“那你这儿有什么怪事没有？”他说：“你没有什么怪事啊，但是外面有狼，知道吧？就有动物，知道吧？也有妖怪，但是你没见过，知道吧？”那孙悟空一听，对了，那你肯定有妖怪，因为孙悟空就知道那个女的是妖怪，对吧？然后行，我啊今天晚上把你们捉妖。然后那个小和尚就跟方丈汇报去了。然后那孙悟空把那水拿去给唐僧喝，唐僧一瓢凉水喝下去就好了，烧也退了。然后啊，那方丈就请这个唐僧、孙悟空磕头，又是磕头，说这个求他救他们。这个庙里来了妖，但是谁不知道啊？只有孙悟空知道啊。求孙悟空和唐僧啊捉妖。这个唐僧一听，那个捉妖，那我这大徒弟在行啊，问孙悟空能不能帮个忙。孙悟空那行，晚上来捉。好，这孙悟空啊，关键的时候到了啊，重点到了。这孙悟空晚上他去捉妖，他怎么捉妖呢？因为妖怪不是每天晚上吃2个小和尚吗？对不对？所以孙悟空他自己把自己抓，他一变成个小和尚。然后小孩躲在那个，他知道那个女的就是妖，你知道吧？他就躲在那个路上边上啊，假装在那敲木鱼念经。结果果然晚上啊，这个妖出现了，是个美女，知道吧？上去问，哎，肖师傅，你这么晚还在念经呢？哎，他说我就是用功，知道吧？我这个孙悟空就在那就应付了。然后那个妖怪就说了，哎，你这么晚念什么经啊？对吧？我教你啊，对吧？就开始调戏那个小和尚，对吧？然后说我教你，对吧？然后那个孙悟空说，我也不懂没关系，我教你。这个我们到后面去啊，让你教你什么叫如水之欢呢？孙悟空说不懂，不知道，你这到后面我教你。然后就一把就搂着孙悟空，孙悟空就搂着他啊。那孙悟空心里就想了，那小和尚都是这么被吃掉的。孙悟空自己知道啊，那些小和尚都是这么上当的，你知道吧？对吧？这么被吃掉的。恶心嘛，好，那个妖怪就搂着孙悟空啊，孙悟空搂着，俩人走到后面那个花园里面，然后那个妖怪就把孙悟空一绊倒，你知道吧？啊，然后这个伸手就抓孙悟空那个原著就这么说的啊，抓孙悟空的骚根，孙悟空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孙悟空说这叫吃我了是吧？啊，他就反应过来，这要吃我了。然后孙悟空呢，他也使了一个什么擒拿，你知道吧？小擒拿，一下把那女的手一抓住，然后一翻，对吧？就翻到地上。
孙悟空就压住那女的，结果孙悟空说这个时候不趁机把他结果，你知道吧？不把他打死，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他立马跳起来，你知道吧？这个原来的相貌，猴子的相貌，你知道吧？拿起那个金箍棒就砸这个女的，你知道吧？结果这女的一看，哎，我的妈，这不就是唐僧的那个徒弟嘛，对吧？吓坏了，你知道吧？这女的她使两把剑，掏出2把剑就跟那个孙悟空干，两人干着，这个女的打不过孙悟空啊，打不过孙悟空，然后打着渐渐吃力。后来这女的趁着孙悟空不注意啊，她把她的左脚上的一只鞋拿下来，吹口气一变，对吧？变成她自己的样子，那个鞋啊变成那个女的样子，去跟孙悟空打。然后她自己真身啊元神跑了，跑的时候跑到那个长房里面，顺手就把唐僧给卷走了，一卷一阵黑烟不见了。然后孙悟空这边还跟那个，你看孙悟空也呆啊，火眼金睛，但人家那是鞋变的啊，在那跟他打，他也不知道，就打着那鞋肯定不行了。孙悟空一棍子抡下去，结果地上一看是只绣花鞋，孙悟空一看上当了，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他就回去找他师傅。结果到长房一看，猪八戒和沙僧2个人在那迷迷糊糊的，你知道吧？师傅不见了，孙悟空大怒，你知道吧？杀心起来了，一棍子就照着猪八戒去了，而且喊着要把你打死你们俩。这是孙悟空说打死你们俩，把这个猪八戒吓的，然后那个猪八戒吓得跑啊，然后这个他就抽这个就要打这个沙僧。沙僧倒是原著就这么写的啊，说沙僧是什么灵山大将，灵山大将见过世面，知道吧？说沙僧不愧是灵山大将，见过世面，反应快，立马给孙悟空跪下，知道吧？说师哥，说师兄，你要杀我，你就是师兄，你宁愿杀我都不愿意去救师傅是吗？孙悟空一听不对呀，对吧？这个，然后沙僧说你是想把我们俩杀了，你就不去救师傅了是吧？孙悟空不对，是哪儿搞错了，对不对？孙悟空才反应过来，然后这个时候猪八戒也过来一跪，说是猴哥，对吧？这个不关我们的事啊，对吧？我们还不知道，迷迷糊糊的这个师傅就被人卷走了。然后孙悟空就说那是那个妖怪，然后这个猪八戒开始发毒誓，以后看我的，对吧？为你马首是瞻，现在救师傅，对吧？你说怎么救我就怎么救。孙悟空一听也是啊，你现在埋怨他没用了，没用了，赶紧啊，这个把白龙马牵上，他们3个人说，然后他们3个说了，哎，这大半夜的去找有哪儿找去呢？是不是？天也要亮了，你知道吧？闹的，说等到天亮了。然后这个时候长老他们来了，和尚把孙悟空围住，问孙悟空怎么回事。孙悟空就跟他一说，这妖怪不仅妖怪没打死，把我这个师傅还给卷走了。然后这人说那师傅说那早上得吃饭呢，搞点吃的。吃完之后，孙悟空就带着猪八戒啊，这个寺庙叫镇海寺是吧？应该叫镇海寺吧？好像叫镇海寺。然后这个他们师兄弟3个人牵着马就离开镇海寺。出了镇海寺之后，孙悟空就往东走。猪八戒就说：“哎呦，师兄气糊涂了，你知道吧？咱们往西走，你往东走干啥？西天取经嘛，对吧？往西走，你往东走干啥？”孙悟空说：“前2天咱们在那个黑松林里救的那个就是妖怪，就是他把咱们师傅整走了啊！你还不知道？我说是妖怪，你们不信啊？这回你看把师傅又搞走了。这个师傅他是这个长老啊，他就是这个老和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每次我一说妖怪，他都不信啊。他说孙悟空抱怨呢，他说我护送一个人取经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就不理解我，就不信任我？每次一说妖怪他都不信，最后还得我去擦屁股，我得去救。所以他们猪八戒才懂哦，原来是往东走。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孙悟空啊，他们走到那黑松林附近，孙悟空就拿着个铁棍呢，在地上乱敲，山上乱打。一顿乱打之后，那个出来土地神和山神2个人吓坏了，跑出来说：“大神别打了。”然后这个孙悟空说了：“你老实招来啊，要不然就把腿打折。说你这附近有什么妖？”那个山神和土地神说：“没有，这附近没有，没听说有什么妖。”然后他这个孙悟空就跟他说了：“我师傅昨天晚上被人卷走了。”那个土地神就说了：“我知道，昨天晚上有一股黑气啊，黑风一卷。”然后孙悟空说：“卷哪去了？”他说：“好像是往那个什么东南方向什么，就是往一个方向一卷哪去了？”那孙悟空就问他：“你认不认识？”他说：“我不认识，但是我知道那一块好像有一个妖怪叫什么陷空山无底洞，那儿应该是师傅也有可能卷到那儿去，到底是什么人在那儿都不知道，应该是那方向。”那孙悟空就问他有多远？那个土地公公说啊，大概1000多公里。好，1000多公里不远，对不对？然后就说你们走吧。然后这个孙悟空就跟猪八戒、沙僧还有那个白龙马，那白龙马本来就会飞啊，他们4个人啊，3个人1匹马就往那个方向一飞，飞到天空，然后降下来，是吧？去找那个叫陷空山无底洞啊。后面啊，咱们明天再讲啊，明天再讲，因为反正今天一天讲不完，后面还要打那个妖精，挺长的。这里再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西天取经过程中啊，孙悟空要杀这个
沙僧和猪八戒起了杀心，这是没有过的事情。就是在流沙河跟沙僧这么打，沙僧要吃唐僧，孙悟空也没有说要杀沙僧，知道吧？就没有那种杀心，知道吧？在那个高老庄，对吧？那个叫什么山，对吧？就是猪八戒的那个洞，跟猪八戒打，他也没有要起杀心要杀猪八戒，没有，对吧？他更多的是玩，或者是叫把他征服啊什么的，对吧？那为什么在这儿孙悟空回来看到师傅不在，马上就起了杀心，而且他真的是抡这个拿起金箍棒就打这个猪八戒，边打还边喊打死你们，知道吧？把猪八戒吓坏了，要不然天蓬元帅啊，还有那个卷帘大将丝滑的跪下，知道吧？这是见过世面的，要不没见过世面，被一棍子就打死了，你知道吗？这因为他见过世面，所以他丝滑的跪下，完了之后这个拿话将了这个孙悟空一下，孙悟空才反应过来。所以说啊，说明孙悟空差点就没过秦关，知道吧？他实际上是迷意乱情迷啊。您不知道，他很有可能跟这个女妖啊在一起，这个勾肩搭背啊，然后又抓他的骚根呐，乱七八糟，他已经迷失了，你知道吧？战斗力明显下降。判断力也下降，人家变成个邪，他都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吧？是不是？哎，是不是这个让人迷失了，是吧？人家是变成个邪跑了，他自己不知道。完了之后一打这个变成个邪，他恼羞成怒，你知道吧？他觉得自己对吧？然后他回去一看到师傅不在，他更加恼羞成怒，就是他心乱了，他心已经乱了，他已经跟往常不一样。这个是84回啊，跟前83回完全不一样，跟孙悟空不一样啊。前83回孙悟空都是对吧？特别自信，对吧？自大，都是感觉任何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对吧？即便师傅被人抓了，他也知道，对吧？一切尽在掌握，是吧？有这种感觉吧？但是到这儿不行了，都意乱情迷，所以他要打死这个猪八戒，打死沙僧。实际上跟猪八戒、沙僧没关系，为什么呢？降妖除魔是孙悟空自己要干的，对吧？沙僧和猪八戒这俩人经常阻止，说别节外生枝，对吧？关咱屁事，咱取经就完了，你老是节外生枝。这个甚至唐僧他都反对，唐僧得老是孙悟空，你妈老给我整事，你知道吧？你每次驱妖没除掉，他妈把我差点给送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唐僧经常埋怨孙悟空，说你每次除妖都是你要除，你妖没出来，把师傅差点给害了啊！实际上这次又是的，所以说这个唐僧被人抓走了，这个责任不在这个烈和沙僧。换种说法就是孙悟空你都打不过那妖怪，你被那妖怪耍了，你说这俩货他能看得住师傅吗？是不是？就他那道行，即便看得住，这俩人也不一定看的，对吧？所以孙悟空迁怒于这个猪八戒和沙僧，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原因就是他被那个女的给迷住了，意乱情迷啊，对吧？所以孙悟空差点上道了，你知道吧？但是反应快，你想那女的唐僧都不敢看了，一看了就怕意乱情迷，知道吧？后面唐僧跟那女的配合夫妻，那更相应，知道吧？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对那孙悟空的考验是最大的。孙悟空拿起绣花鞋的时候啊，这就感觉一直被耍了，对吧？他本来他手拿把掐的，他有个局势在他掌控之中，结果反过来被人耍了。然后他就像咱们以前分析武松一样的，武松为什么要杀他嫂子，把心抛出来，对吧？与其说他是恨他嫂子，不如说他恨自己，对吧？他实际上他是在恨自己，没有那个能量突破这个枷锁，对吧？突破这封建礼教的约束，完了自己还有花心，自己还有喜欢暧昧，玩暧昧，对吧？完了之后他也掌控不了局面，最后搞得他哥死了。如其说他是恨这个潘金莲，也不如说他是恨自己。孙悟空也一样，你如其说他是恨猪八戒和沙僧，实际上他是在恨自己，对吧？所以他要打死这个猪八戒和沙，他是迁怒，对吧？说白了就是孙悟空他肯定跟那个妖精来调情的时候啊，他已经迷失方向了，他已经上道了，后来恼羞成怒，是不是？包括后来孙悟空大闹天王府，都跟这女的有关系的，都恐怕是孙悟空还是报复，你知道吧？孙悟空为了掩饰自己没有上道，对吧？没有被他迷住，所以他就表现出更加凶狠，对吧？因为他已经不淡定了。不是你想那原著就这么说的，那个女妖一把就抓向了这个孙悟空的骚根，知道吧？你想什么概念？多亏沙师弟跪着熟练，原著就这么写的。幸亏啊，就多亏这个沙僧啊是叫灵山大将，见过世面。所以立马就跪下，知道吧？说明这个，我就怀疑这个转莲大将在天庭到底遭受了什么，对吧？哥们儿，一看势头不对就跪下，知道吧？是不是？是不是一看势头不对马上就跪下？我重启一下，你们等一下，卡着吗？好点吗？我重启了，你不是都说卡吗？卡我重启了，太卡了，那恐怕是 B 站有问题了。B 站有问题啊，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孙悟空恐怕心理发生变化。这是孙悟空跟猪八戒两人
不管怎么打怎么闹，跟沙僧实际上他们关系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孙悟空跟猪八戒两人啊，那沙僧就别说了，沙僧其实对孙悟空那是就是一个字维护啊，维护大师兄大哥形象。这个猪八戒是跟孙悟空两个人在唐僧面前那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唐僧不在的时候，他两个人是配合得非常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外人面前，猪八戒是非常维护这个孙悟空的啊。猪八戒只要孙悟空不在当面，在外人面前，猪八戒都是吹孙悟空，对吧？齐天大圣当年大闹天宫啊，那都是吹，你知道吧？从来不贬低这个孙悟空。但只有到了唐僧面前，他俩人互相咬，完了之后这个对吧？他俩人这种情况他互相咬，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两人互相配合，就是他猪八戒知道什么时候该咬，对吧？什么时候该斗，什么时候不能斗啊？猴子自己动心，过后恼羞成怒。对的对的，哎，这个猪八戒啊，背着孙悟空去找大夫看眼睛，是不是？孙悟空不是被那个叫黄风怪吧，他把那眼睛吹瞎了嘛，对吧？猪八戒背着他到处找人治啊，完了在那个叫什么黄袍怪吧，黄眉怪就是那个弥勒佛的那个坐骑啊。黄眉怪不是拿那个大卡子把孙悟空卡子里面吗？后来给拿布袋子又把孙悟空吸进去嘛。那个猪八戒对吧？猪八戒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去救这个孙悟空，知道吧？啊，猪八戒人脉关系很广，天庭，知道吧？所以他俩关系实际上他的关系不错啊，虽然打打闹闹的，但是不至于生死啊。尤其是沙僧跟孙悟空的关系是更铁啊，就是当这个猪八戒抱怨孙悟空的时候，沙僧都是无条件的倒向这个孙悟空，就是他就会劝这个猪八戒说，沙僧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俩人智商都不高，说咱俩嘴又笨，还是让师兄去说吧，咱们听着就行，咱们就干活啊，把活干好，担子挑好，马牵好。哎，这就是沙僧经常劝猪八戒的，你知道吧？所以说沙僧跟孙悟空关系不错的，所以孙悟空要杀猪八戒、杀沙僧起了杀心。有人说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师傅被妖怪抓走了，然后孙悟空觉得绝望，那也不应该杀猪八戒和沙僧，对吧？所以说这个就是孙悟空动心了，心乱了。